台湾头一本以日本慰安妇做主题绘本《路德花开》3月29日在台北发表啊。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，希望透过这本绘本，让囡仔人知影讲，咱台湾有一阵真坚强阿嬷因的故事。另外，妇安会也宣布讲，阿嬷岛会伫6月底重新开播，希望众人会当继续来关心慰安妇的议题。外婆，我的娃娃破掉了，您可以帮我缝好吗？可怜啊，可怜啊！娃娃以后肚子上会有刀疤，就和我一样。用天翁仔的故事开始，向囡仔讲慰安妇的议题。这本《路德花开》绘本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所推出，台湾头一本以台湾前日本慰安妇阿嬷做主角的儿童绘本。我希望孩子看过这一本绘本，他可以对一个不公不义的性压迫史去有一个认识跟了解。阿嬷的故事曾经是沉默的伤痕。曾经是大家心中的痛，我们希望把阿嬷的故事从伤痕转换为有力量的存在，能够反省我们国家或者是别的国家在战争当中其实对于女性的强害。妇安会讲，望用这本绘本，让囡仔了解历史上慰安妇的议题，嘛让囡仔思考现代的性别议题。妇安会嘛伫现场宣布，以慰安妇历史做主题的阿嬷岛人权馆，6月底会伫台北市新德路重新开幕。所以我们今年的筹备的状况，目前已经申请室内装修跟博物馆了。所以我们预定是6月25到28开始完工，可以开幕。除了绘本以外，妇安会讲，因嘛有伫咧培养政治教师，来向囡仔教育慰安妇的议题。妇安会补充，即马阿嬷岛的经费也是真欠缺，望各界关心阿嬷岛的人士会使来斗相共。记者郭碧君、陈宝罗台北报道。